屋企有冇老人家呢？香港嘅長者照顧同埋認知訓練服務呢，實在係好需要廣泛咁樣去推廣。我哋係可以做到更加優質化、個性化同埋遊戲化，咁樣先至可以將我哋嘅大腦嘅智能呢，一日一日咁樣去越大越醒神，俾自己有個關顧。要知道咧，其實係唔單止係要為照顧者去準備，我哋亦都有朝一日我哋會老化。咁所以點樣可以提早去預知退化嗰份嘅風險？特別係嚟到係認知障礙裏邊嘅阿茲海默症。究竟阿茲海默症裏邊有乜嘢嘅唔同嘅階段？作為一個家中需要照顧者，又應該點樣去及時去處理呢？認知訓練坊間裏邊有好多種，究竟又要點樣去選擇，先至可以達到認知訓練嘅效果，令到生活上邊天真樂趣，而又有個效果帶得到出嚟呢？好快咧，我哋就會同奧迪聽力中心有一啲嘅聯手嘅合作，我哋通過健康嘅講座，讓到大家係及早知道點樣去預防腦退化呢個問題，而作為照顧者或者係家中嘅患者，又要點樣可以為自己去鋪排自己嘅訓練，到時記得嚟啦。